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喜乐业。也昨日睇看新闻的时间，会发现到讲有很多沙皮事件是来自于少年犯罪哦。有个时间就会问我，奇怪，人家的沙皮到底是出了乜嘅问题，又有按到少年犯罪的事件呢？今日我哋真欢喜邀请到有喺少年官府有嘅工作32年经验嘅杨金苗杨先生来到现场，同大家来分享有嘅工作经验，同一条少年事件用办来预防哦。今日来分享我哋杨金苗杨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嘉东的杨金苗。杨先生，欢迎我。头先我有讲到讲，睇少年官府有嘅工作啊，有清长一段嘅工作时间嘛。想去请教一下，讲杨先生，做乜嘅当时啊，会相当来接受有嘅工作啊？也问题讲了真奇妙啦，吼。讲到我以前在读大学啊，我大学是读法律呢。法律呢，吼，一般咧，以下嘅差不多，我民国70年毕业的嘛。等下都大學3年前以下吼。有啲機會我看到特別地方法院嘅少年法庭吼，官府人士伊要招考大專輔導員。所以咧志工嘛，也係。所以是不有送嘅志工，但是主要工作如果要協助官府人來輔導呀少年，入到法院嘅少年吼。我感覺講也佢有意啊，我哋去報名。報名錄出嚟嘛，錄出嚟我哋去諮詢建議咧研習以後吼。我哋請一官府人都教睇伊咧少年本來，伊少年我印象佢清楚都講，伊喺一特別是人生北路一邊。我有一年吼，我都提聯絡，我去不卡一起做訪視，家庭訪視。訪視一下伊少年我提印象嗰時，伊個講一下講，用伊的嘢，我咧啲大專輔導員證件拿俾看啊，伊看，有的嘢，我印象嗰陣都講，談下伊感覺講，有啲差唔多年紀比個太細吼，要個了解伊嘅想法嘅人吼，來可以去聽書啊，伊即個防衛性都慢慢都感受。之後我就經過伊輔導一段時間啊，面到講也些人吼。你下落同我哋聽書提辦行來也好，對佢嚟講，對家庭對佢嚟講也好，對社會嚟講有幾好嘅幫助啦。雖然有啲少年因為有咧犯罪案件吼，我哋一般社會是講犯罪，我哋喺少年法庭講非信，是非的非，行為的行吼，非信。唔錯嘅行為啊。唔錯嘅行為吼。雖然伊個有安尼，但是伊因為我嘅輔導佇接觸1年人嘅時間吼，我感覺伊改變輕重。佢嘅表現都變好嘅，唔好。伊嘅行為表現都變得個正常啦，我上網在做事情啦。也件事情本來幾好嘅印象。伊個年代吼，個律師同法官啊，錄取嘅人數幾少，嗰種我冇考到，差幾分都冇考上。冇考上，我哋先考嗰啲普考嘅書記官。要考到以後，保一路同埋分發咧，也目前咧辦考地方法院啦。但是當時是特別地方法院咧辦考分院啦。過一路在做刑事考嘅工作，刑事考嘅工作真麻煩，因為有票據法，哇，真麻煩，根本都冇時間好讀書。我聽人在考試啊，一分數都差過多嘅。我想你沒辦法咯，我回去都上去調過嚟啊，屏東我喺家鄉嘛吼，喺個強可以照顧看人啥吼，我調過嚟片以後，時間過多，但是我沒去用睇判決嘅刑事案件、少年案件，法官有嘢同我講，也法官同律師6、7個人數按數吼，按快考，按快考，考啊，冇一天考上，後擺有啲考有啲問題嘛吼。伊講不如唔即個先去考官府人，官府人吼比書記官更好，伊算高考的嘛吼，更好，更好唔多時間啊，更多一些，你要準備更好，我面到伊同埋邊嘢有道理啊，我考，考都考上嘅啦，考上嘅都體排都排啊，都推動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做啲案件嘢，做啲案件倉忙咗，推動一邊哦，一啲。我過去一片以後，發現我同一條好上嘅少年嚟接觸。我哋法律上少年事件處理法庭，把少年都按到
12岁以上未满18岁，另外一种就按到7岁以上未满12岁，俺哋按到儿童，儿童。两种嘅对象都有犯罪案件啊吼，有犯罪之余啊吼，如果在社员事件处理法地步，会送嚟我哋法院去处理。很複雜嘅範圍。錯，我哋接觸嘅地步都感覺講，伊哋推動嘅嗰度後生嘅吼，伊根本都唔係相關嘅法律啊。從推動最多都可能都19，冇都。去奧多拜查貨嘅案件啊，係又要摸去駕照啦，可以去奧多拜嘛。另外一種都按到妨礙性自主啊，偷拿東西啦，咁見到講喺我哋伊哋後生嘅伊哋極端地步吼，我哋喺尤其安尼正確嘅教育啊，正確嘅觀念比啊，吼，對於一世人嚟講啊，應該有佢太幫助啦。我要感覺講，佢符合我個人嘅一些興趣。我都做下，我感覺講清楚。做1年以後，我都在神槍調過嚟屏東啊，調過屏東以後感覺講，屏東他這話也感覺嗰度貴重嘅學校吼，根本都無乜嘅相關嘅法律嘅觀念，尤其一條小朋友啊。其實大家都冇平常上課啦，學嘅東西都可能國語啦、數學、英文，其實根本基本嘅法律觀念吼，大家都冇從更加按到。只是本人嚟教。錯，就主持人講嗰個錯。原則上，先生以前家啲師專啊，就師範學院畢業出來，也冇一部分嘅從事嘛。最重要，以前嘅時節考試唔會考啊。唔會考啊呢啲東西啊，嗬。啲少年都唔知，都犯罪，都送過來發現地步，你都感覺講清可惜。嗰時候我以下嗬，我都睇法院做官，一樣就官夫人哈，官夫人哈。少年事件處理法已經改過了，變咗按照少年調查官同少年保護官啦。因為可能一般咧，啲觀眾朋友會聽過啊，叫做成人官夫。大部分都聽過有個名詞。成人官夫都睇體檢書地步，緩刑假釋。負責係睇人嘅部分。睇人嘅部分，我哋講嘅睇人都。睇我哋刑法嘅部分按照18歲以上。按你嚟講，其實楊先生做為一個工作啊之後，我想想強調係講，一個工作嘅內容其實從頭到尾解釋咧，我哋談過青島嘅名詞，其實根本唔提家講佢內容到底會有哪條，你可以同一個機會同大家嚟了解一下講，其實少年官夫員一個工作，睇有嘅頭大部分係做乜嘅事情啊？一般咧，我哋12歲吧，冇是滿18歲，冇到7歲以上，冇12歲兒童嘅部分咯。一般喺度，而且做嘢年齡中間有可能一偷東西啦，或發生查貨，或有牽涉到一般沙邊講嘅詐欺廁所嘅案件，有涉及到法律嘅事件嘅事情。錯，一部分都警察處理嘅嗬，伊就會送法院嘅少年法庭。伊唔係。從滿18歲以後送體檢書地步啦。主要用意都講，伊雖然犯了一條罪，但是我哋少年法庭另外用一套無相關嘅處理嘅方式，本一條少年吼，必須相關嘅利害關係喺那邊，來我哋專人對佢協助嚟輔導嘅吼，必亦冇講嚴密，也不機會以後，伊都。這個都變到講有一就有二啊，無三不成立啊，就做反正已經有一個有前科嘅都唔講乜嘅。我利用安尼少年法庭嘅方式吼，當然案件入來，我哋點樣我哋要做調查，我哋調查一些人睇不卡情形，睇學校嘅表現，各方面調查以後，是不如從個案管理嘅工作。個案管理工作，先去了解佢嘅背景，佢嘅發生嘅原因到底係乜嘅，想辦法嚟同佢天天嚟幫過來。錯，我哋原則上用個案管理嘅方式啊，第一少年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譬如講，伊牽涉到妨礙性自主，伊咁樣也有低度身心障礙手冊啊，啥有其他乜嘢有。就學、就醫、就業、就養方面出嚟某個問題，我哋針對下問題來提供來整合各方面嘅資源來協助啦。主要呢，當然也年齡地位吼，
过道路差不多喺国中嘅阶段啦吼，国中咧，我哋要同佛教佢有联系哦，共同同佛教来批啊。但是我發現一個問題啊，都講一條普遍咧嚟講啊，一條少年吼，伊對法律常識哦，根本都改滿嘅法律常識。唔啲啊，講佢做嘅有嘅事情，唔啲，伊都變到講，我冇東西，我哪嘢東西，我同伊車那冇關係咯。哦，我同伊車。我發現有問題嘅，我都同你係同我哋做員講國家安尼吼，我哋要做啲資源嘅連結。我哋係同屏東縣政府嘅一個教育處沙皮處，我哋都開始都做一啲法治教育。我哋92年到94年吼，我哋總共喺屏東縣嘅國社吼，即係102場嘅。國中嘅法律常識宣導。真是嗰樣意義也輕重要呢。一年差一到禮拜啊，我哋總共只有102場哦。另外我又發現到講，佛教嘅先生對也觀念，規模嘅觀念。有樣嘢啊，我哋同教育處講，我哋來協助佛教吼，教育處來成立一個佛教嘅地步嘅種子教師，法治種子教師。本講我哋喺個佛教嘅。佛教有發生一啲小朋友啲學生有發生嘅事情啊，而啲佛教是可以來協助，可以同我哋馬上聯絡嘅以後，我哋可以做資源啊。發現到講對屏東縣咧一啲國中啦、高中啦，所以啲國小嘅部分尤其國中嘅部分幫助清大。好，一方面啲佛教育處佢派一啲一般嘅主任嘅研習啦，所以相關嘅。像教學組長啦，所以啲身教組長研習啊，伊全部咧都同人哋共下，伊請人哋去同一條新嘅欣賞或者分享。觀眾朋友，睇下楊先生嘅手機，少年官府有個工作真重要呢，唔係講少年犯罪之後就唔得嘅喲，佢能夠用一個工作天天從佢哋幫過來，見到精彩故事，等一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前面了解講少年官府一個工作嘅一個內容係乜嘅，唔過睇楊先生按從嘅工作時間地位，可能將佢參考佢一下，到底有乜嘅特別嘅案例，還有以前同更加有乜嘅差別呢？就嚟參考楊先生咯。楊先生頭先我有談到人嘅工作內容同經驗嘅，不過我最想去參考係講以前人嘅環境夠單純，更加人嘅環境其實變化也幾大，在人嘅工作經驗地位啊。以前少年嘅案嘅同更加少年嘅案嘅有乜嘅唔同樣嘅地方嗎？我講一啲即個印象最深嘅一啲案例少年，也都一定睇很準。有一擺都以俾人哋睇條那年嘅東西送過嚟，我哋發現我哋做調查，廿八同伊叫下來做調查。伊喺我哋談感覺講，伊哋睇現實同少年啲親近種啊，近種意思講。親子關係幾緊張啦！我喺尾我都請下少年前吹那杯，前吹那杯，我同廿八講，唔知個可以講下，唔啲少年呢有乜嘅優點伊講冇優點，我講咁我唔講啥乜優點，譬如講伊要掃地，伊要同社網開，要同天數做家庭嘅事情，我講全部冇優點，唔係最好是官方啦。根本都冇，你講牽頭多，買鋼片又要做乜事情？我一年到晚睇我搞出事情，今年就過嚟發現，我哋一成年都從來冇過發現，我就叫我一邊冇錢。而係阿爸係咪錢強？應該講講講，給阿面子本佢來嘅。錯，我談下講講阿爸，唔知話吹那波，唔知話思考下我想，唔知話看下，唔想看下，你生意有乜嘅什麼優點嘛？唔等我請你唔樣，唔最起碼一定要講出來。我同阿生意哋講，阿生意等下廿八歲那杯以後，我哋啲談話，我都精神都來啲嘛。我講下清楚，講啊！等下廿八年話來一點點，你跳哪度呢？跳哪大？我本日佢喺杯廿八，我講要假裝啊，唔知個要咁講嘢。如果冇，想冇要啲，
伊连考虑都唔会考虑，如果无优点，从头到尾都安尼。还讲唔见伊条讲有优点，伊讲吼，伊爱去做准备，伊讲唔即个迄爱讲优点嘛吼，爱模拟咪是优点嘛，伊讲伊要拔书啦。哦，我讲爬树就是优点啊，伊讲哎呦拜托咧，主任嘛，拔树那优点哦，我讲爬树就优点来，哦，啊，谈乜嘢吼，我都可是，我之後我哋講，見俾發覺一塊田出嘛吼，啊唔即個係搞太唔一件事情，唔像鬼嘢吼，你重度地步，佢要咪去做奶水嘅，啊唔即個佢拜託伊講，嘿，我拉一間按間結束嘅睇輔導呀吼。我拜託也係唔帶伊去做奶水嘅事情。哦，啊，如果唔對，我做乜嘅人係嘛？係啊。佢哋我哋當然建議法官都講，必做保護管束3年嘅輔導嘛，嗬。嗯。啊，3年輔導佢是咧執行咧，我一定係同佢家長講，唔怕，唔要簽到嘢，如果要，你前次咯，佢特別做建築，哦，啊，要拜託伊嗬，要帶嘢生意上去特別做事，啊，我唔怕，咁唔係按你樣嗬，我哋都一張嘢，唔都一張嘢，生意嗬，一張嘢估咗100。一方面來外邊報道，一方面都講你鬼不靠看睇面啥嘛吼，講好。啊，但是1禮拜、2禮拜吼，唔最起碼也生意外係咩東西生意喎？唔打電話幫唔好同佢講吼，唔得特別做事情，做啊樣做好啊啥唔好，啊個心得樣呀吼，隔一禮拜啊，一路打電話講，主任啊，我也得特別我做清火氣呢，我講唔得做乜事情啊？伊講我也得特別做太陽。伊都做奶水插工，啊！伊講也睇嚟哦，30人錢呢，千個，伊講8個蛋糕，伊講哦，我坐喺第一邊哦，你了呀，要不我哋食便當啊，伊哋睇坐喺第一，我都坐喺啲鋼骨啊，鋼骨坐喺啲，我哋食飯，哦，一踩喺按石台，就會就會啊！哇，老師，安尼談好咧，其實真好擔咧，一般咧人從來只講係失敗嘅最高嘅，其他啲按過嘅吼。啲地方啊，可能木主都比起來個輕強嘅佢可以坐喺按過嘅地方是偏東。唔同啊，上路甲講，伊佢講，佢做佢房呢，啊條架可以唔會行啊，好20%嚟30%就全部唔會行，條架路嗰度石頭都搞變咗，而家甚至佢用啦吼，啊條架可以做佢好啊，薪水係啲特別。伊天上一過來都拿錢俾廿八講出貨呢個，按多賺按多錢，伊講我哋做一條架都係幾好啊！我講，我聽人哋講嘅，我就講唔繼續做下落去。哦，啊過一段時間廿八路，我去做訪視嗬，做家庭訪視啊。啊廿八千貨呢個講，哦，啊主任啊，去夾槍呢，哦，我生意特別做生意嗬，我不靠家庭嘅環境啊，過一啲經濟啊改變嘅，啊啲生意睇攞去做千貨去，加個1年人嗬，有你都打電話同講，主任啊，我不考，佢說做要希望嘅嘢，這個希望，希望差唔多，那就要做好，啊，我有時要請過來邊同佢調料一下呀，哦，啊，中間差唔多多2年人啊，伊表現幾好啊，嗬，啊，我哋保管數是3年嘛，我哋提早啲結束嘅，啊結束嘅，但是未出來啊，報道一聲音，唔都感覺講，佢有自信心，因為安尼，啊，主要講28講爬樹，我都想講。伊要拔樹，當然唔要行啊！啊，你做嘅真好啊！哦，佢也都我哋都觀察一下生意哦，而且個優點，所以讀書真差啦！啊，因為都唔想讀書都會發生嗰度事情啦，哦。但是因為安尼，也案件入嚟發現以後，啊，我哋用專業嘅觀點提供俾做參考，啊，尋到一啲適合伊嘅工作嗬，而且發揮啊，要感覺講好。啊，也看案件本來影響佢什麼要睇下邊啦吼。真是先生頭都聽安尼分享啊，我就有面到講，真是從我哋更加嗰多年更加社會進步嘅嘛，大家啲講某一天要讀書將有好嘅出路。其實我哋假使講可以發掘我哋這個生意呢，本期假使講真是無法度好讀書，唔好讀書嘅，其實佢有其他嘅技能可以幫現推發展得更好。像頭都有博士嘛，博士唔單止做嘅奶水啊，其實更加還有種攀樹啦，各種技能，也幾好呢。嗰種唔能真是這個嘅專業都本人可以去發現到講，個案地杯其他嘅問題，啊同樣辦去輔導去處理，錯冇？錯。係啊，安尼傳統家庭嘅問題，從頭擺20-30年前嗰種問題，個簡單，也係講更加社會嘅問題，會個多個簡單個困難。
以前呢，沙非反击过单纯啦吼，从甲种啊，虽然讲甲种同西人的种植咧交通，还不会有什么问题哦，因为像交通的问题，俺哋传统的甲种吼，对西人表现好，伊唔会去说啦，好嘅唔会讲，啊坏嘅都是在，坏嘅真骂啦吼，因为台本安尼，啊不西人呢，伊无读书，也唔好读书啊吼，伊台本无忙嘅地方可以去啦。啊个最主要问题都亲子之间的隔阂啊，但是也后背也按多年来吼，如讲咱们18年来啊，吼20年来啊，沙非的发展无穷用以后，从变化形态，我苗栗的，苗栗的发展，啊个位都也沙非的一个复杂度，共上入沙非的一个发达，哎呀，虽然睇學教迄。頭都主持人講得出來，而且睇教伊唔想讀書啊，又冇啲技術必須學啊吼，伊唔曉做夢嘅，伊坐喺第一片吼，伊已過前顧啊，一條少年咯，伊啲網絡地步一路學到幾多，啊尤其也按到也10多年來啊，我哋台灣咧離婚咧比例清高啊，離婚咧比例高，啊另外一個都講，睇人成日做事，啊雖然你教本咪教本也公也婆睇帶，用到隔代教養，隔代教養。啊，另外一個都新住民呢，啲越南啊、啲印尼啦、啲泰國、啲菲律賓過來一片以後，伊呢母國嘅文化同我哋台灣嘅文化，伊要適應，啊小朋友也好，伊後擺啲小朋友要心理上會有啲自卑感，啊也碰到問題都講啲離婚呢，啊隔代教養呢，啊個新住民嘅文化適應嘅問題，也就嗰度嗰複雜嘅因素地方，會變啊講沙非，他講可以看到突破嘅案件難度。啊，另外一個都妨礙性自主嘅案件也好多，因為也苗栗個發達啦，凊彩打起啊，可能色情嘅資訊啊流亡吼，啊也碰到個困難嘅地方，以前嘅問題我哋可以單遇到學校啊啥可以啊，我哋做啊用單打獨鬥嘅，但是按多年來吼，也處理到這些少年問題，對聽書啊，用乜嘅，用。團體嘅力量吼，來大家來聽書。安尼其實唔能算公部門嘛，先生，唔能咧角色嘅立場係公部門。安尼嘅話，唔能公部門直接提供就係安尼輔導嘅方式。啊，民間有像唔能共用團體啦，也係講資源可以來做嘛。我是面都講有很多資源網絡連接吼，也好重要啦吼。學校唔好單到學校嘅哦，也得處理學校，因為學校嘅學生嘅，像各種嘅學生嘅，一發生一同條那東西，妨礙性自主啊，因為所有都係發現來啊，係嘛？啊尤其今年也6月份，6月19兒童嘅案件，有行政先行，如果先學校、先縣政府嘅少年輔導委員會先來處理，唔係直接送過來法院嘅哦。交本民嘅單位冇共用啊。如果兒童嘅有違法嘅案件，法院提一線，提一線是學校同呢個縣政府入邊嘅少年輔導委員會嚟處理啦，吼。啊唔係安尼啊，吼，學校有發生某個事情，有需要我哋法院嚟都做好。資源網絡連接，你那用方法來協助有啲生意啊，冇唔講有生意伊睇學校圖書8點鐘，過來以後睇不卡，不卡冇人去管，樣樣咯，冇路擺到禮拜，搞不路變暑假變寒假，也係已經不路冇人去教伊啊，正確嘅啊，因為同朋友學別人算進來，他擺到本攤人利用做詐騙的車手啦。冇路可能本於販毒啦，吼，伊都唔知啊相關嘅利害關係啦。目前我除了民國102年3月除夕退休，我退休後來，我幫部門喺少年發展做嘅輔導志工督導。用人嘅經驗同大家來服務，發揮人生，還有一些經驗幫大家來底下講，一條案例啦，用辦法可以去處理，聽數大家來做一條案件啦。錯，我發現到講從少年有啲收容，如果一般咧，我哋睇人都收押，我哋收容，收容我之前喺屏東少年管護所地方，我每禮拜也會過一定嘅上課，上課伊咧講，佢清楚主任唔講一條相關嘅法律講，佢清楚對伊嚟講會有幫助。另外一方面，我也經驗睇高雄市嘅教育局吼，因為聖公基金會有派一啲講，也同各學校同親子教育連結。我哋去做一啲事情，一條家長嘅回饋同啲學校回饋，感覺講
讲啊，安多东西哦，因为从来无谈过啊，对因来讲佫有帮助，还是免多讲安尼做佫有意义啦。观众朋友，听到杨先生的案例分享啊，也帮我印象过程，其实大家互相关心一下，也到可能发生比例都可以降下来哟。休息一下，等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我们马上过来。其实啦，也有少年官复员同也有后生人，今日的工作啊，唔係像講，回歸生活正常之後呢，佢都關係都結束嘅喲。其實啦，睇楊先生佢嘅工作經驗底背，佢同後生人也建立了不錯的感情，也能繼續來同先生來分享一下吧。先生，那第一講，其實工作結束之後，有幾多嘅官復人員同後生人佢哋會有親像朋友嘅關係。啊，第二嘅經驗底背，唔知佢有冇？有哦，吼，也喺講嗰度，但是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伊哋都兩個少年已經結束嘅啦，吼，保護管束結束嘅啦，結束嘅啦，有因為在做房事其他案件，啊下來行路哦，有兩個騎奧多來，騎engine咧騎過來，停下停下條線，講老師你好，伊哋睇唔睇我哋講老師啦，吼，老師你好，講你講咩人送咯？伊講老師你忘記我是某某某啊。講老師我仲講我冇睇識圖片嘅呢。伊都講就講咯，伊講我哋做奶水。另外伊都講老師你好，我也沒有再去讀咯。我在做綁模。兩個人講啊，佢是當然佢有自信啊。也要想講，也兩個以前睇好搞都唔係讀書啦。對佢不要做奶水做忙嘅東西，有識讀一般嚟講，佢少管所有的收容過。結束起來以後吼，讀到我哋看到嘛，可能係很有自信，要同我哋報告呢，唔會講上要同我哋分享過，而且佢也冇得識讀，而也在做正常嘅工作，也感覺幾好。另外一點呢，我哋印象嗰陣，一啲家長也未在做家庭理髮，有些人吼，一啲垃圾吼，嗰度擺以後，最後咪幫我哋送感化教育。一年過出來以後出來以後也未。一禮拜打電話問講，伊即個在做奶水，過一段時間以後吼，你嗌佢屏東事業片啲做房事有伊不卡款，伊講伊在做奶水啊，各方面的想法幾好啊，明年也有正當的收入嘛吼，可以看得出來，伊生意變得幾有自信，對於即個工作啊，佢感覺佢滿意，伊家長啊感覺講佢感謝我哋。同遐生人哦，安尼幫上啊，爭土地保育啦，伊家庭的環境各方面全部都改變啦。嗰陣我看一下講，我哋沙飛吼，看有時睇唔睇做奶水，做保姆吼，做白書全部都我哋後擺沙飛一般的人以為講，也都唔會讀書做忙咯。但是我哋沙飛上如果有安度安尼小朋安尼少年哦。伊都對讀書都冇興趣啊，有啲技術伊都感覺講幾好啊。我哋雖然做工作，後邊看唔出伊效果，但是對我哋家庭、對我哋少年、對我哋社會、對我哋國家，真重要。也社會嘅變化安排啊，絕對是唔得講，像科學嘅發現啊，科學家一定要做一啲相關嘅資源嘅橫向嘅連接、整合資源網絡連接。你哪有辦法講？看到生意呢，以及個興趣喺那邊，我哋可能會去訓練一部分，比學嗰個技術，學技術以後，一路睇伊嘅技術好啲發展啊，你能對我哋社會對國家能夠有幫助啦。其實按你談好了呀，少年官復一個工作，其實講那個啦，可能對先生因係一個工作，不過對一啲後生嘅來講，可能係反轉佢哋生命嘅一個機會呢。讀到一個正確嘅用心嘅少年官復員，可能會幫佢後生咪佢嘅人生完全都冇咁用。所以對佢哋嚟講，人也係佢哋嘅貴人，你知道嗎？也可以按你講啦，但是我都講我啲工作就我有啲想法都講，喺我哋從一定有反推送過來邊嚟啊，我哋那機會啊，你可能。都已經過慢一些啦，咁有可能講我哋民間嘅部分一方面政府嚟就注意到講，一定要條生意都睇成法嚟睇我哋社會美麗角落，
俺呢，伊也唔要写过我是吸毒者啊，伊唔要写出来啊，唔耐第一喏，是嘛？但是伊都听俺的生活周遭，俺呢讲一般的路头人讲，个社工来处理啊，法院来处理啊。也你那部分无按简单啊，如果伊犯几迄案例啊，我哋帮助咧无按简单。俺哋路头迄部读到讲，伊学生伊咧少年伊可能平常8分才20分、30分，俺哋好不容易帮到59分。一般的沙飞人讲，无到60分，伊无去结，才59分呢。但是对俺哋安尼对伊来讲啊，伊20分帮到59分，进步39分呢。进步安泰呢？俺哋提一篇希望講，我哋從事安尼30年嘅工作，我哋個希望講人哋政府一定要也經費要標一篇落，標個多啊，種沙工嘅部分啊，個我哋嘅部分一定要標個多。政府一定要重視，個提高因嘅待遇啊，再提高因嘅對工作嘅自尊啊。我哋所看呢，都講，人家啲沙工離職，沙飛案件、兒虐、家暴，啲案件越來越多，又唔會去面對呀問題，唔願意投入嘅資源，本就做社工做安尼，我感覺講全部要感覺個橋啦，要感覺橋，我真做救唔係，救伊咧所以咧，救到哪救？另外，我哋沙飛嘅一般嘅人一定要有啲觀念，都講一條少年如果同我哋共用，我哋一定要嚟聽書。我哋聽書冇可能比我願意去幫伊啊，伊都馬上放嚟冇，因為伊金錢嘅環境就按差嘛。嗰時要有啲耐心嚟慢慢去引導。講幾啲時間。一條做生意嘅人啊，或者有啲技術嘅啊，盡量幫我哋一條少年有啲安尼學習技術嘅機會啊。有咧工作，有咧事業嘛，伊都會睇下沙飛地步，伊會睇地步尋到啲成就感。按你嚟做啊，要減少少年嘅犯罪，對我哋沙飛，對我哋每一個人也會有幫助啦。係啊，其實人嘅心係用肉做嘅啦。冇人講一生下來嘅個心肝都從殺條安尼硬啦，然後種。一定會做壞嘅事情，唔係喺悄悄地受到環境啊，也係講人嘅影響個，將本己嘅行為產生咗人講嘅偏差嘛。安尼先生，你自家喺做一條工作地步啊，會唔會有感受到講個困難嘅地方啊？做研究嘅時間地步，你自家感覺最困難，有時候最磨礪嘅時間會係乜嘅時間？我嘅看法是安尼啦，因為沙飛一般嘅人會對嚟講我法案都資源下落以後，伊都冇嘛我哋沙飛雖然講觀念有啲改變啦，但是好多人話講也唔會讀書啦，也做壞啦，要識讀啦，都唔會去強下。冇都講我都唔會，我都去自家保護我自家都好嘅。但是伊冇想到一條少年啊，伊將來要過睇。尤其我哋退休以後，我有一段時間啲少年嘅安置機構啊，一邊細妹要識讀嘅啦，冇酒店嘅啦，傳播咩啦，這個兒虐性侵家暴嘅一條少年，越複雜都越之麻煩。越投入嗰度資源下落去啊，冇一天有效果。但是唔會一天眼呢邊2年呢，2年出院咗以後，伊可能如果前面啲男朋友強啊，要冇叫嘢適合人嘅。太人都冇成熟，叫嘅聲音按樣搞咯。嗰種唔都看到一段時間地步，不時會看到小朋友被虐待啦，被家暴的啦，被嘢啦。我嘅感覺是。政府一定要投入也資源，唔好投入資源我哋看到嗰度安置機構也兩年來嗰度安置機構一直管起來。人嘅問題嘅溝通要處理也冇咁簡單，但是社會速成，下擺看到講也冇處理好，馬上都罵，唔可以講有少萬嘅資源要來聽數。一定要全體嘅力量，國家資源投入也快。當然，一般的硬體建設係重要啦，但是硬體建設部哪一部資源來看到也重要性投入下落去啊！絕對對我哋嘅少年、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有幫助。尤其也嗰度離婚的比例昂高，
啊，过的如讲隔代教养啦，所以电子迄膜啊，也着中价底层的也属于有问题的哦，也机会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来，脱贫的案件地步加轻度，脱贫的案件搞个多，啊，脱贫要影响孬啊，要影响孬，要影响到整规个家庭，吼，啊，片多利用遐个机会吼，同迄个观众朋友啊，同遐主持人报告看。安尼政府单位可以来重视遐个问题哦，让安尼这个30年代伊个过底层体现伫处理遐个案件的一个心声吼，来为他们请命啊。因为其实冇讲吼，遐个案件唔免发生在俺人的身后，也係俺人自家的身後，都冇俺人的事情，其實唔免的吼。因為其實有一日，遐個係伊個惡性循環會發，俺人生活的空間也會受到影響啦吼。錯，就要主持人講過好。觀眾朋友，根本你欣賞安尼分享嘅，人哋底下講，其實唔係講安尼冇發生喺人哋自家身方，就冇人哋自家嘅事情哦。其實當人哋嘅國家、人哋嘅社會，都係人哋生活嘅空間。假使講大家可以互相來關心一下，一當安尼嘅發生，都可以幫佢講大，也會幫人哋嘅生活越來越好，社會越來越進步哦。係咪安尼呢？評價大家今日請多謝楊先生帶來咁精彩嘅故事，也感謝你哦。多謝主持人啊，多謝觀眾朋友。大家今日好嘅好嘅觀念，今日呢先同先生來運動一下，放鬆一下吧。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又到位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嘅運動係親子律動，像俺哋嘅小朋友，還有俺哋嘅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可以同俺哋放起來，同俺哋來做運動，一下來跳舞哦。準備好嘅冇？準備好嘅，像俺哋放起來做運動嘅哦。好，俺哋來踉步。運動之前來做一個暖身哦。好嘅，放鬆，手放鬆，手放鬆哦，身體放鬆，讓咱來同下搖擺哦。好，感受扭腰，扭腰，不能讓出，踏並，高潮。好，夾嘅盤絲來夾嘅，夾鬆樹打鼓嘅，皮皮，有皮，皮皮。好，來點條下來，分片試嘅，2、3、4。過來中間，好，安尼來合動作嘅哦。等下踏並用誒，踏並嘅時節，腳趾頭要稍微彎曲。踏並，腳趾頭稍微有一點彎彎。彎片，
可以吗？很松哦。加上打数哦。准备打，1、2、3，打出去。打出去。夹过来，1、2、3。1、2、3，打出去。打失败哦。1、2、3、4，打强。記得攞用個腳顧下去哦，顧下去。好，好唔好嘛？好，而家上面抓星星，中間唔嘅腳切掉，用繩呢，中間嘅腳切掉哦。大家都很爽哦。好，好唔好哈？而家數中間嘅兩隻腳一撇，學天鵝行路哦，天鵝行路。身側打側，扶下來，打側來。夾過來。天鵝行路，轉一圈，轉圈哦。好，再一擺。天鵝行路，轉一圈。好，勾腳了，勾腳。旁邊。好，天鵝的數。好，腳試下。1、2、3、4，腳試。1、2、3、4啊！1、2、3、4。好。อันไหน動作好耐冇？不簡單哦。好，起起，那等下重跳喲。好，來踏冰，踏冰，打開，腳切條板哦。好，抬腳，抬膝，腳切條扭身呢，腳切條好。加油哦！天鵝行路，天鵝的數。好，天鵝轉一圈。好，勾腳哦，吊腳。跳跳跳。啊，休息。好，我数中间一片，好，另外一边数 hold 住。好，我们来拉我们的手臂。好，数中间上面。
另外就是中人嘅，来阿希，好弯片，每間嘅入片要勁勁。然后旁边，另外就是中人呢，旁边一片，树上一片。红的脚，右边，右面，向后勾，练平衡。好了，弯片，两只手拿住你的脚，慢慢的下来，准备。来，一、二、三、四，打开。再一把來，打開佢。記得你腳要板哦，板蹲哦。出來，開始抓星星，瞄準你都用嘅腳去跳好哦，腳兩個。好聽哦，會加上嘅單條，好轉開，腳腳，腳腳，腳腳，跳跳跳。再一擺，踏並來，人鬆來哦。瞄準呢，抬起來，可是流汗了喲，加油哦！起我行路，起我繞一圈，腳腳，腳腳，腳腳，跳跳跳。注意哦，腳腳腳。嗱，安尼起我來，行過來。好，好，安尼下來，學起我行路。今日通常你學會嗎？學會哈，好好運動，安尼，下次拿來了。